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继续来关心，在美国时间7月13的时阵，前总统川普伫咧宾州造势的时阵，向去互一个20岁少年人开枪，这个枪支是更过伊正面的耳仔，也那这个凶手是当场去互枪杀。这届这个意外除了川普以外，现场的支持者有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也那 FBI 嘛已经介入调查。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我也要讲完现场响起枪声，美国前总统川普表情痛苦的望着耳仔，面对港台下边，德勤警员冲去台顶，现场做势活动的支持者嘛惊吓哭落，开始大叫。When you're ready, on you. Ready, move, up, move. 美国当地13，川普伫宾州进行造势活动的时阵，常常受到枪击，造成正面的耳仔受伤。在德勤人员掩护之下，川普真侪届向民众压拳头，发着战斗安踏现场真实，嘛互现场响起欢呼声。这个枪击造成现场1名支持者死亡，另外2个人重伤。初步调查嫌犯是宾州当地居民克鲁克斯，今年才20岁，伊秘密超过德勤局设立的安全范围，差不多100公尺以外的建筑厝顶。用半自动的步枪向川普开枪，事发了后，嫌犯嘛互德勤人员当场断死。He had a rifle. We could clearly see him with a rifle. I'm standing there pointing at him for, 2-3 minutes. Secret Service is looking at us from the top of the barn. I'm pointing at that roof, just standing there like this.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5 shots ring out. 川普受到枪击消息真紧传出去，各国媒体包括 NHK 日本放送协会和联社、中国央视、澳洲天空新闻拢有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接到消息了后，嘛召开记者会，表示无允准暴力行为。There's no place in America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It's sick. It's sick.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to unite this country. We cannot allow for this to be happening. 各国领袖甲政治人士，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等等，拢公开表达慰问甲支持，嘛谴责政治暴力行为。川普伫送病医治疗了后，马上伫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正病的耳仔互断着，感谢德勤人员欢迎证据，嘛向一位死伤的支持者家属表示哀悼。虽然耳仔受伤，伊嘛照原本的计划出席15到18共和党全国大会。而 FBI 认定这是暗杀无成功的案件，已经介入调查。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这届美国前总统川普去互暗杀未遂，造成耳仔受伤，加在伊人是平安。不过伊讲，伊袂因为这件代志就改变伊的行程，伊决定伊会如期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也那美国总统拜登嘛有打电话甲伊关心，而且拜登伫咧发表全国演说的时阵，嘛呼吁美国人都爱团结。正伫咧总统大选进行的时阵，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成做全世界注意的焦点。总统拜登取消行程，提早返去北京，讲甲川普有进行简短验过袂歹通话，也呼吁美国人爱团结。There is no place in America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or any violence for that matter.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is contrary to everything we stand for as a nation. Everything. It's not who we are as a nation. It's not America. And we cannot allow this to happen. 拜登的谈话一直讲到国家，强调伫咧美国目标是绝对袂使的，承诺除了对川普一切必要资源甲保护，也对这件代志的维安工作进行独立调查。And we'll share the results of that independent review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s well. And finally, I'll be speaking more about this tonight at greater length from the Oval Office. 美国时间8日进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正式提名川普将做党的总统候选人。闪过枪击暗杀的川普，在车队护送之下去机场，照计划去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伊发文讲，为何枪手或者是潜在暗杀者改变伊的行程，因那当地维安的工作也加强戒备。I know that the security measures have been amped up quite a bit, so pretty confident. Considering what happened with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yesterday, I think things are probably even tighter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have been. 伫咧案件调查方面，20岁凶嫌克鲁克斯伫咧2002年高中毕业的影片也被公开，伊的选民登记册显示是共和党人，拜小野捐款予民主党的团体。案发了，当场就被拍死。因那这件枪击事件内面死亡的41岁消防员科瑞，为了要保护家人而牺牲，当初听到消息了，把水条喷向消防局的指定来悼念。外界认为，
这边的暗杀未遂事件，对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有正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川普这届拄到意外的代志，全球是拢错一条。因为咱国总统赖清德随伫网络顶铺文，希望川普会当赶紧好起来。外交部长林佳龙伊嘛随敲电话予 AIT 的处长郭立言，请伊转达咱台湾的关心。因为川普这届这个案件，嘛仿想到20年前淡水边前总统枪击案的事件。 2004年3月19日，咱国第11届总统大选前一天，竞选连任的陈水扁甲副手李秀莲伫台南拜票，炮声中起2粒枪子击着陈水扁的腹肚流枪。20年后竞选总统的川普嘛伫造势活动的时阵互攻击，互陈水扁感觉真意外。真的非常的震惊。宾州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民主圣地，所以有很多的巧合，嘛爱互咱特别爱小心。 美国会发生，咱台湾，咱嘛得爱小心。除了3月9枪击案，伫大选期间，另外一个获证人意外的政党枪击案是2010年11月26日，五都选举的前一暝，连线文上台助选的时阵，去互嫌犯林政伟正近的距离枪击头部，当时现场一个姓黄的民众的头去互榴弹击着，送医救无转来。另外，2002年11月16日，台北市议员陈正奇出席喜宴进前，去互匪徒正近的距离开3枪死亡。即马川普拄着攻击，全球拢真意外。总统赖清德随伫社群平台出声，希望川普早日康复，并强调伫民主国家无度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外交部长林佳龙嘛第一时间敲予 AIT 处长郭立言来转达。国民党是透过驻美代表处转达慰问甲关心，各界嘛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敢会因为安尼受影响。对川普当然它有短多的效应，但这短多的效应是否可以维持4个月？其实真正的一个竞选活动是一般都是从9月才开始。 主要还是要看这2位候选人本身他的一个表现。学者分析，川普受伤了后，也是手举管的呼吁的形象，短期内会互共和党声势大起。不过美国选举11月7号才上场，将近4个月时间变数也真多，无法度直接论断结果会如何。记者综合报道。川普扣枪弹掉的代志了后，总统赖清德的慰安嘛全面升级。昨天暗时赖清德参加药师公会活动的时阵，慰安人员是拢真认真，嘛真谨慎，而且真罕见要求现场的贵宾袂当做伙翕相。总统怎么看川普遇袭？今天维安警力有在加强吗？被问到慰安的问题，总统赖清德是笑笑回应。总统赖清德礼拜下参加药师公会全年会暗会，身躯边的地勤人员甲伊规个拢围起来，连安检工作也加强。 所有的好朋友们坐在位置上，请您不要站起来进行拍摄。那翕相有限制，注意的事项也佫包括贵宾袂当要求甲总统翕相，记者袂当徛起来翕相，连夜机的镜头闪光灯袂用伤光，甲以前总统参加的场合规定无啥共。因为我惊迄个维安的问题啊，不过你想讲吼，我一定爱来。最主要的第一个目的是要甲大家说到啥，就是希望咱大家共同合作。 有聘供人的问题。健保法修法调解立委今仔日要进行协商，赖总统伫咧致辞时阵也表达伊的看法。个别贬值，这敢是一个好方法，是不是拍破健保的制度？我是敬请咱各位立委再度三思。赖总统认为，健保点达1点至少1颗，每1点平均达袂当超过0.95的提案，可能会互健保费搁爱起。 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天气拢也是真烧热，咱做伙来看温度。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新北市是红色的灯号，可能会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也那其他的县市是蓝色的灯号，高温可能会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新竹市甲宜兰是黄色的灯号。 另外，都要注意台湾甲外岛地区紫外线的指数是拢达到红色过量，也有紫色危险级。若是伫咧室外曝日超过15分钟，都有可能会曝着伤。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注意风曝。也若落雨方面，遮方便的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可能会落短暂阵雨。也若过到东南部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公雨，而且有的所在雨可能会不哩大。
即嘛是7月中啊，气象专家讲，为即礼拜开始，风台有可能会一粒煞一粒安尼形成，而且因为受到反声影的现象的影响，风台伫咧形成的时阵，有可能伫台湾落拢较近啊。因若即几天啊，台湾的天气要是共款热协协，过到会有西北风，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伫南海热带扰动第13暗形成热带性低气压 TD03， 目前向北北西进行。气象署无排除有发展成风台可能，毋过往中南半岛过去的机会较大。结构并不是那么的扎实，那因为它是属于在一个大的低压带里面生成，所以整个环境都是一个低压的情况。那所以它的结构松散的情形，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整合。气象署预测，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也是高温烧热，午后较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为8月开始，午后雷阵雨会比礼拜更较明显、更激烈。温度方面，各地拢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会一路热到拜四。气象专家分析，反适应现象所带来的高温天气形态，高海温搭配强烈的风切，这礼拜开始，环境场有利风台一个煞一个形成。高温其实它是有利于环境水蒸气的蒸发，水蒸气的蒸发就是提供热带扰动生成一个最第一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反射音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会有机会让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海域发展成热带扰动，甚至于进一步形成为台风。专家分析，最近伫环境输流场的导引，风台形成了后，向西往海南岛也是广东过去的机会较大，对于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进入风台较早形成的期间，都要加注意后续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是风感较热，较冻袂调。13的时阵，有囡仔伫咧乌山头水库的清水公园咧耍水，却是常常去互一支抓水枪去牵着下头，天几啊尖。有家长就质疑讲，清水公园内底并无救生员。不过，乌山头水库是回应讲，这个水的深度是15公分至30公分。那依法是唔免安排救生员的。头毛变开正面下头有一个伤痕，互家长真唔甘。无清楚是哪清水公园会落水枪落来击到囡仔下头，互伊舔几落针。因为我们在装那个水档子，然后一抬头，我的那个头就已经头破血流。其他家长是看到那个小男生打到人就绕跑。蔡小姐讲，礼拜六下晡带囡仔去乌山头清水公园佚佗，5岁大查某囝常常蒙头化疼。有人看到别个家长叫囡仔为悬悬的所在淡水枪落来水池啊，不过伊着急甲囡仔送医，无时间确认。除了报案，敢来当地面册大门找人。不过伊嘛质疑现场无救生员，工作人员的态度佫无好。没有救生员，没看到啊。如果有当下有的话，大家都来，就救生员就来了啊。最近天气炎热，游客真的是很多，发生一些肢体的碰撞，有需要协助的地方，就麻烦各位马上跟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做一个反应。主管机关根据民众提供的时间调阅监视器，拢无找到可疑的对象，甚至民众质疑无救生员这件代志。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分处是回应，现场是15至30公分深的清水公园，依法无需要配置救生员。不过园区内有3至4个安全巡护人员伫巡，若是有突发状况还是需求，会当随时请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中市有一间工厂的头家，伊是今年某一间庙的楼主。伊甲因朋友赛车在马祖的时阵，要登去厝里的时阵，沿路是一直放炮啊。若路边有骑奥多摆的人去互这炮啊惊到，伊怎啊录影检举？法官认定讲，沿路放炮啊这个行为会危害到别人，以社会特殊医护法，各甲因罚3000块的罚款。来看中国时报，国发会预估，台湾明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不过，民众退休的准备算是普遍拢无够。有上新的统计显示，65岁以上的坐伙人，平均每一个月会当用的所费，敢若16800块。主要的经济来源有4成以上是爱靠退休金，还有1成3的坐伙人还搁伫咧上班，有超过一半是因为经济需求。再来看联合报。教育部上新的统计，111学年教师的人次，40岁至59岁的考生有18000人，平均的录取率敢若有6%。
因那60岁以上的有227个人。有资深的校长就讲，要录取50岁以上的老师是需要勇气。不过，这回代理老师，伊若是转在职，对教学就已经真熟手啊，这嘛是优点。所以，咱做伙来关心，伫咧台北市一间幼儿园的教保员，伊伫咧2022年至2023年这个期间，涉嫌甲囡仔卡来手内，佮性侵。伫咧调查的时阵，这个教保员竟然还佮伫咧内底咧上班。教育局解释讲，因接到通报确认了后，就随甲这个教保员停职、撤销许可。也那社会局是讲会下部回来调查。老师有摸他屁股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伫3月时讲到查某囝8号幼儿园教保员不当对待，是感觉真唔甘。这个加害者是某一个幼儿园园长的后生。2022年到2023年期间，涉嫌不当去摸囡仔私密的所在。后来，阮阿摆搜查，也找到超过600部私密的影像，大约有20个囡仔受害。2022年接到通报，却迟到2023年的7月才正式成立调查小组。这位老师在被调查当中，园方没有停职，导致于这段期间发生更多的悲剧。2022年7月，就家长提告胜诉了，延过幼儿园稳状，继续予这个涉案的教保员来任职，造成受害的这个囡仔人数增加。2023年7月，互关押了后才离职。后来佫发现，身为加害者老母的园长，除了涉嫌包庇，也疑似用员工的名，伫今年5月成立新的托婴中心，市议员甲外界拢质疑，市府无伫第一时间脱线来处理。我们联合稽查，不让园长或负责人有任何借壳上市的一个空间，向中央来提出修法的一个意见，订定一个负责人身份的限制。112年7月接获通报，再立即确认许可，处以停职、撤销设立许可，并裁处终身不得任职。相关处理严当的指控跟事实是完全背离。学龄前的这个幼儿园阶段性平的案件的时候，应该去比照国小以上，纳入由性平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政府机关可以找媒体工会的相关代表，集体事件的曝光上面，我们可以报道到什么程度？报道上面的一个框架。市府强调无拖延处理，中华司法的幼儿园所在已经换做其他幼儿园啊。社福团体呼吁，互性平法的调查机制会使扩大到学龄进前。也若离校看法对着媒体报道的机关，也应该有所来调整，才法度协助相关事件的监督甲有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中乌日有一个飞行俱乐部，这个月初1的时阵发生有轻航机摔落来意外，造成2个人受伤。即马运安会是当咧搜证。因业者嘛讲，这个代志发生了后，除了提供医疗的协助，目前嘛拢已经停飞啊。真侪民众拢想要坐轻航机伫咧天顶飞，因过台中山传说有轻航机发生意外。这个月初1，台中乌日这间飞行俱乐部有学员带着教练伫咧飞，因过敢若是过程中发生意外所摔来，造成教练甲学员2个人拢受伤。我们现在目前是确认有航机是坠落的状况，那所以我们在昨天就立即派员，就是一大早我们就立即派员到现场去。需要知道说，因为它有些部分，哪些部分是合法，哪些部分并不是合法，我们都还要再做确认。运安会也证实，确实有收到通报，会伫12派人去现场确认事情，而且会伫15开会确认是不是立案调查。业者讲，受伤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差不多60岁女性，代志发生去当阵就提供所有的协助。基本的一些挫伤这些，但是我们都有带患者去医院急诊、针灸各方面的助理，然后他的住宿、他的交通费、他的生活费，然后还有赔偿金什么东西，我们通通给他的，才让他回国的。看他们的蛮专业，而且同学也都有来过，没有想说会发生事情。有民众想要趁着休热时阵来坐轻航机，因过业者所无营业。业者讲，伫初日发生意外了，就已经无好再接订单，只敢若甲少量已经有约好的订单消化处理掉。自12开始全面停飞，除了处理退费的代志，也会配合运安会进行相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中央有一架飞行机，伫美国洛杉矶时间13下晡的时阵起飞，要为洛杉矶飞来咱桃园。
结果飞到半路的时阵，发动机却是雄雄各样，大家是拢真紧张。落尾树这架飞行机是翻头飞到登去洛杉矶的机场，有319个旅客受到影响，不过加在是无人受伤。飞机总算降落，旅客看起来真忝，拢等咧要落飞机。真侪旅客伫咧遐传咧要提家己的行李，伫飞超过8点钟了，飞机搁登到出发点洛杉矶。起飞2、3小时那时候吧，也有点像遇到乱流那种，晃一下，他就直接讲说，就飞机有发生一些故障问题。长荣这台 BR5班机本来是美国西部时间13下昼1点03分起飞，要对洛杉矶飞桃园机场。伫太平洋天顶正边的发动机出现异常的信号，一直到美国西部时间13下晝9點32分，才回頭登機洛杉矶機場。飞出去4個多小時，然後再飛回來4個多小時，就他們沒有說明得很清楚啊。長榮航空會釋例講，會協助旅客遷轉其他的航班，或者是提供所落來行程加加大安排，並且對航機進行各種的排毒。這台班機是波音777雙引領客機，經技術講，若一邊的引領發生故障，就要在上晚的機場降落。越過這個水域啊，在一般來講，目前是所謂的180分鐘以內要有這個備降場。兩個發動機情況，只要一個發動機故障，就是立即就進入緊急狀況。When Squawk 7700 is declared, all nearby ATCs are also informed of the emergency. 這台長榮客機不掛到7700的識別電碼，代表飛機出現重大事件，就要由航管協助安排優先降落，好加在班機尾也順利降落到地面。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西班牙的觀光景點阿里坎特，當地第13的時陣，有幾啊百個居民去街路抗議，反對觀光的人陣入來因的城市。因為在地人認為講，這來度假的旅客要入來城市睡厝，致使在地人睡厝是愈來愈貴，或者居民要負擔市區的生活是愈來愈困難。大外口號，幾啊百名民眾在西班牙觀光景點阿里坎特街路上抗議過度觀光，和真濟遊客來到這個城市度假，造成厝租真貴落袂落。No hay viviendas que podamos acceder, quienes estamos sirviendo las cervezas al turista, así que queremos hacer como un límite a este turismo masivo. Queremos otro modelo de turismo que no se base en la explotación de personas ni en la explotación de recursos. 根據西班牙政地旅遊協會聯名統計，今年4月到6月，到西班牙旅遊第民宿度假遊客增加24%，嚴格算大啲飯店的遊客，敢若增加11%，明顯有關西班牙民眾大幫嘅規矩。隨上過去幾禮拜，西班牙對巴塞隆納到帕爾馬這濱海城市，攏舉行反對過度觀光的示威活動。民眾示威反對觀光，和邊仔坐佇個酒吧露天座位的遊客，也是感覺真無奈。J'arrive vraiment à comprendre, parce qu'il ne faut pas que ce soit une ville que pour les touristes. Les habitants, il faut qu'ils vivent aussi. Il faut qu'ils aient accès à tout comme les autres. I do understand in some ways why they're doing it, but really it's a big world and everyone travels and we all need to have tourism in every country. 反對觀光客旅遊，巴塞隆納民眾也不用水情來趕遊客，和遊客真狼狽趕緊走。對此，西班牙工業甲觀光部長赫瑞烏認為講，應該愛譴責示威的民眾，伊講必須進行監管多元化，才有法度讓旅遊業更加具有永續性，重新分配觀光產業的利潤，提高就業的品質，對着改善大房也個生活負擔真貴的情況才有幫助。央視新聞陳時東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帶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富士山是日本一粒活火山，伊的範圍下過靜岡縣、山梨縣。每一年開放的時陣，攏會請真濟登山者來這行搭。不過今年閣是靜岡縣這邊開放到達短短5天的時間，累計都已經有4個人死亡。那像攏是家己一個人去爬山的。警方呼籲，天氣若是歹，千萬都唔通冒險去爬山。來看越南北部的河江省，幾個縣市從7月初開始，每一天的降雨量攏有甲幾啊百毫米。13透早4點外的時陣發生水崩山，而且攏總造成11個人死亡，4個人受傷。來關心台灣拍網球真優秀的選手謝淑薇，今仔日喺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混合雙打的決賽，伊甲伊的同伴以6-4，也個6-2拍贏墨西哥。摕到伊個人第9個大滿貫雙打的金杯，
这嘛是前年初澳洲网球公开赛摕到混合双打冠军了后，因两个人第二座大满贯的金杯。继续来关心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举办台海危机的兵棋推演，要来讨论台湾甲附近的国家要安怎来应应中国即嘛愈来愈插手的行动。这嘛是头一届邀请咱台湾的立委来参加。因那今年汉光演习嘛传出会伫咧博爱地区附近的捷运站来做操演，有专家分析，交通会是小镇的时阵的焦点之一。学者专家、国会议员做伙探讨台海危机的想法。日本智库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所主办的第4届台海危机兵棋推演，台美日三方组织伫台湾甲周边邻国，要安怎因应？因为中国伫法律也无法度处理的行动威胁。今年佫头一届邀请台湾国会议员来参与，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包含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军方他们的日本人，这个自卫队都有前官员参与。那么对台湾未来的两岸安全是很重要的。同款互人邀请的立委郭国文是期待台日中间会当透过海巡单位签署 MOU， 加强第一岛链边线的防御。台海局势紧张，月底要登场的汉光40号演习传出反渗透操演，可能会伫晚近迫害地区的捷运站进行。模拟敌军劫持民众，想要占领台北车站。去年汉光就伫重要的大众运输、重要的要道演练。专家是分析，亲像小南门捷运站、台北病院捷运站，这拢有可能是这届模拟的区域。主要原因就是交通要道绝对是攻守双方要争锋的焦点。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啊，或者说比较靠近，比如说司法院或官邸或总统附近的捷运站，当然会形成攻守双方的侦防交界。小股的部队潜入，这个时候呢，要遂行宪兵部队可能要遂行攻坚任务。除了交通要道是敌我攻守的要地，关键基础设施也是防卫重点。未了工业区会纳入今年汉光扩大办理演训的区域，要防止国家重要战略物资伫战争的时阵去互敌军优先破坏。记者综合报道。相信规个程序会当顺利圆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做伙来关心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的枪击案。当时伫咧高雄有抓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不过因为证据无够，所以是已经放人。另外，警方阁有找到用过捌做林树杰新北的人，目前是也无以涉案的证据。因那这个案件到今调查是也未结束，昨昏伫咧台南的安平是阁发生另外一个枪案，加在是无人受伤。命发生一礼拜，台南警方抓人的脚步无停，不过日前伫高雄林武所抓到的张姓男子，从认定无够明确的事情来证明伊牵涉着案件，限制带机出境出海了后，放放回去。警方嘛，搁再抓到8是死者申报的嫌疑人，外传有可能是透过着死者名义伫咧外口生事，才会引起着这个命案。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查到啦，目前还没有查到，目前也还未接获到这方面的一个情资啦，但是并不排除可能性。警方表示无证据来佐证着传闻，但是任何可能因拢无排除，只是这个枪杀的命案也未侦破。13号暗头，台南市安平区又搁发生着枪案，郭姓嫌犯摕着改造的枪，向着徛家来开枪，铁门互大出一空，警方伫现场找着枪壳，还有枪头一粒，加在无造成伤亡。郭姓嫌犯因债务纠纷，日前遭殴打成伤，因心生不满而持枪至现场开枪。初步调查，本案与日前林姓男子遭枪击案无关。台南警方表示，安平这案是债务纠纷所引发，初步已经排除甲命案有关。不过，议会理事长的命案还未破，又搁出现新的枪案，嘛，互民众会当讲是真烦恼。记者王柳婷、明昭款个报道。这几年偷用别人的车牌或者是假的车牌的案件是一直咧出现。这3年来，用假的车牌驶去高速公路的车嘛愈来愈多。即马公路局宣布讲，要来加强处理。若是用假的车牌，除了会开单，车嘛会另外保管，而且会移送司法侦办。开280万买新车，也用纪念日选车牌的车主，明明人甲车拢伫花莲，却是陆续收到来自中华甲台中的3张违规罚单。车主提出事情来申诉，才有警方来撤销罚单，后续转为刑事案件侦办。
相关案件是愈来愈多。高公局统计，以假冒车牌上国道车辆，对去年539台，去年增加真多924台，今年1月到5月也已经837台。高公局证实，最近会对着车牌做假造的受害民众研议补救做法。会有这个补救措施啦，我们也会呈报上级机关，是不是能够减免民众的规费，包括换牌跟检验这种规费。也来对社群网络卖少伫卖车牌，甚至讲会使定制这卖家，公路局会追踪并且会动相关单位要求该提出并且开发，提醒民众用假造的号牌开上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罚10800块。那制造卖这个假车牌是违反刑法。就已经跨机关合作，继续对这特定的车辆甲范围来加强查缉。公路局建立假造号牌黑名单，一旦发现违规，除了开罚以上以外，汽车的当场移地保管，后续由警察机关以上司法机关来侦办。在这个可以被辨识的前提之下，那其他国家它有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有的地方有特殊的形状、特殊的底色，在系统里面就是唯一的。那主管机关要找就是可以对得到的。交通安全协会认为，假冒车牌牵涉到案甲治安的问题，牵涉全面情况，呼吁主管机关应考虑有国外经验，对设计源头来加强防假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手路是800款，有一个70岁老阿伯，伊就是讲8点数卡就会当投资趁钱，结果132万是拢互骗了了。落尾即个阿伯报案，甲警方合作，有成功抓到诈骗的车手。目前专案是以诈欺、洗钱防治甲通缉等罪来侦办。穿蓝色衫的警察守伫咧桥上的外口，一直到被害人即人面头前即个查甫人，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才甲人抓起来。来，坐着，坐好。这样子可以抓吗？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不行？警察伫个身躯顶查到真侪虚拟货币点数卡，甚至一个点纸钱的机器。就算互警方抓到，有派到3条通缉罪名26岁姓谢的嫌犯，依然是好人，连警察拢看不落去。不是要收钱，我是要卖他点数卡。卖 gay 啊，卖他点数卡。70岁姓谢的老先生听信投资广告，就是讲卖点数卡就让投资趁钱。前后总共骗到6遍，互人骗132万。尾仔发现家己互人骗去，才赶紧报警。专案依照诈欺、洗钱防治一个通缉等罪名，移上新北地检署侦办。每次面交对方都会给老翁应对金额点数卡，后羿诈团一直不让老翁领回原本金，才惊觉遭诈骗。诈骗案件真多，要抓车手更加要抓无爱主嫌犯。另外，这件诈骗案件就被害人同款是5成投资股票的群组，互人骗500万。警方一站一站立人，总算伫咧6月底摕搜索票，甲人伫咧厝内28岁姓柯的主嫌犯抓到。由旗下成员担任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等角色，待被害人误信投资话术交付现金后，再层层转交主嫌许南。因为4个的主嫌犯特别犯案，拢比伫咧远的所在看，互警方抓无人。伫咧伊大所在有超出1000块的纸钱，可能拢是受害者被骗的钱。投资广告真侪种，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加一份查证就减一份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有税厝的人都要特别注意啊！税厝的电钱新的制度为今仔日开始实施，规定电钱要以平均的价数为标准。用几度电就算几度的钱。不过目前看来，伫咧双北市税厝的有4万多户无通报，这厝头家若是加收电钱，其实是真好查到的。也那双北市政府强调讲，若准讲去互抓到，上当会罚款30万。为了改善这租厝电费乱划价乱上，内政部修正租厝电费规定，7月15开始，新办的租厝客户原本有3点的修正。厝头客收电费标准，每度不使超过电费单登记每度平均电价，也是登记电费的总额。厝头客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厝卡也会使家己向台电来查询这电费。不过厝卡烦恼讲，就算新制实施，也不一定敢去申诉。可能就要看有没有相关的，就是保护像这种吹哨者的措施。觉得忍个1-2年不想要跟房东闹翻的话，可能就不会去投诉，对，会不敢投诉。怎么可能大家都乖乖收台电的费用？就像之前那个租屋补助啊，有很多人去申请了，可是其实会被房东刁难。
根据统计，新北大约10万户租厝的需求，经过申报大约是6万5千户，台北市大约5万9千户租厝需求，经过申报大约是5万3千户，显示新北大约3万5千户，台北市有6千户的租厝可能无互政府来掌握。另外，转来考察这厝头家是不是有照新制来收电费，依然是条件。租赁案件有哪方面的争议，只要是涉及到是契约的部分，我们都会全部做稽查，无论它是不是电费上的争议，任何争议我们都会做契约的查核。透过受理民众申诉、检举、办理常态及临时性业务检查，并对学生租屋进行访视等管道来加强租赁契约的查核。双北地震局拢强调会加强来宣导新制，也主动来稽查，那厝头家超收这电费，相当会使罚30万。电费的东西包含了可能是水费你不用缴，第四台不用缴，网路费不用缴，那我全部都包裹在费用里面。那现在可能就把所有的费用清楚的明白这些的费用是怎么产生的。自租长建议政府应该推动分离扣税，让厝头家较要甲厝租出去，莫稳重厝租出去的事实，让租厝市场执行更加透明化，慢慢来改善乱象，也是同时维护厝头家甲厝客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管委7月份开始加强粪扫分类的管理，粪扫袋内底若是有会当回收，或者是喷的水分伤过济，拢会互摕倒来。不过，有民众反映讲，要安怎分类，因是拢看较无煞煞，实在是互因头壳冇咧烧。中华沿海的蚵仔笼当地无用白蚵仔，留落来的真侪蚵仔壳要安怎分类，袂少民众真伤脑筋。迄拢是回收啦，拢可以等于做酒喝。对，迄就是买当净化水质。我是会把它另外放。另外放给谁？就是会问清洁队说这一包要怎么处理。根据中华县环保局的定义，对一般人来讲，这是定制的粪扫，会当做粪扫送去焚化炉。海线地区因为数量多，社会会当回收物。中华县为此开始提高粪扫体温标准。若是互人检查一袋内底有12个回收物，也是讲会使做喷的达到30%，都会互人规车体温。这回收的了，无分就好势，拢会体现你叫你整理就好势。以后都记得青菜、水果都不要跟垃圾混在一起。那个公安部那边不收。清洁人员讲压力真大，除了详细检查袋啊，有一寡清洁队还会准备金属探测器，都是烦恼会防体温。民众嘛感觉淡粪扫敢若伫考试，有人甚至伫厝内放白粪扫桶。伊伫这个收唔收之下就对啦，连伊嘛会感觉伊会顿低，伊嘛足无奈检查，相对的因咧收粪扫时间嘛累个嘛得钱足久的。我们的那个垃圾的人均大概高于全国大概8%的。西周文化厂端的这个落地的检查，其实2-3年前就开始进行了，所以7月1号开始比较确实在执行。中华县环保局是讲，实施头一礼拜比实施前一礼拜减少差不多1成粪扫量，即马已经看到努力的成果。以后民众若是养成分类的习惯，将来客栈的次数就会减少，买当减少粪扫量。记者综合报道。从2018年开始，有一群新时代青年因长期聚会分享生命的经验，讨论新移民可能面临的社会处境。经过几啊年，这群少年人因决定成立台湾移民青年创意阵线协会，未来会以组织的角度来关注新移民相关的政策也个法规，希望会当落实多元、平等甲优先。我是台2代，那我目前是泰语老师。轮流介绍家己的背景，这群青年拢是跨国婚姻移民子女，因伫10时早起正式成立台湾移民青年创意阵线协会。组织单纯停留在彼此的生命经验分享，其实已经不足以去支撑说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要被改变这件事。新住民发展基金的禁用性，然后推动我们才决定要走向组织化。它必须要有协会，你不能够个人使用，然后大部分会用在就是公部门的新住民家庭中心啊这种。为早期的文化交流分享到成立组织团队成员，以台湾青年甲新时代的双重身份，关心台湾新住民移工、族群平等等各项议题。
像讲要伫后礼拜完成3读的新住民权益保障法，也甲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是毋是会当更加公开透明？这拢是早期成立首要的关心目标。包含了我是台湾人，也是什么人，或是比如说我妈妈来自重庆，来自中国，台湾跟中国不是一个可以都认同的身份，所以这些问题其实也很需要台湾社会去跟他们对话。为什么有些人有这样的认同选择，有些人没有？新住民、新二代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不是要去同化他，而是要跟着他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共荣。也是台湾出世成长的新二代，也甲海外回台的跨国和转生，伫求学过程中可能经历的无平等，也是伫心理、生活可能出现的无适应，这拢是协会未来协助范围。后续原来针对相关法令政策提出建议甲观点，期待予台湾会当成为更加会当落实多元友善的平等社会。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咱做伙来看，每一年的春天甲热天是动物繁殖的季节，而且鸟仔嘛伫即个时期作收。有野生动物诊所收到为桃园一间病院外口凸起来的婴仔收，因为这内底的婴仔囝无用正确的方式来饲，是真恶存活。所以野鸟学会嘛提醒民众，若要甲鸟仔收清掉，建议会当等这鸟仔囝离开收了后，通报专业人员来处理。互影大只鸟一届搁一届一直冲，找无收甲细只鸟仔。代志是发生伫桃园一间医疗院所进行外病太路的收补工程，发现部分鸟仔收。工程的厂商甲鸟仔收刷走，好心的人甲33只细只鸟仔甲鸟仔收送去桃园市野鸟学会附设野生动物，目前是敢若活5只。大概是有33只的小鱼雁，那因为它们多半都是因为经过喂食，所以也是非常的虚弱的情况下，那现在就是其实很多都已经就是很不幸的就走掉了这样。现场发现的是他可能厂商把那个小鱼雁的巢移除掉，然后再做新的黄鸟网。桃园市野鸟协会是讲，若是看到有人受伤，第一时间一定是打119，请求专业的救援，唔是予伊水也是食物。鸟仔的救伤嘛是同款，呼吁第一时间通报专业的救援，错误的救伤会降低鸟仔的存活率。繁殖期间我们不要打扰它们也不要移动鸟巢。如果真的要有工程要进行的话那应该先咨询相关的鸟类专家农业局表示，后续会甲详细发生的原因加强宣导甲教育。院方嘛感谢好心的民众协助甲细只鸟仔送到野鸟学会救治，强调未来会加强宣导教育，咨询专家兼顾动物保护甲建筑的安全，避免伫生产期进行工程。记者综合报道。下个月就是父亲节啊！台北市立图书馆举办父亲节亲子台语活动。互囡仔用台语讲甲老爸相关绘本的故事，嘛鼓励亲子之间会当互相表达对对方的关心。阿公我爱你，阿公介意食饭。泡茶啦，食果子。泡茶食果子。泡茶食果子。这两位高姐妹妹用活泼的囡仔声讲出来对阿公的爱。妹妹妈妈讲，伊细汉的时对老爸印象就是老爸真严肃，无想到讲自从伊教囡仔讲台语了后，原本甲囡仔无啥物话通讲的老爸，颠倒甲孙仔变甲足亲，嘛变甲足温柔。因为一开始我带转去厝的时阵，佫足细汉幼婴仔嘛，我想讲，敢袂讲较罕咧看到阿公伊会紧张会惊，结果阿公一出声，我感觉讲因听有阿公讲啥，因阿公讲台语，所以我感觉讲因就是甲阿公足亲的安尼。这是台北市立图书馆所举办的父亲节亲子台语活动，台语老师伫咧现场用活泼讲故的方式来引带小朋友用台语讲出对爸爸的爱。我今仔日有用一寡甲阿爸有关系的绘本主要因为可能平常时阿爸工课足无用的无时间通互囡仔甲阿爸去互相了解，所以今仔日会做一题目是互囡仔去甲阿爸参详，问伊阿爸你爱啥物物件。现场嘛来自母鸡家庭的王爸爸，伊嘛用鼓励的方式，希望伊的查某囝会当送伊一张用台语罗马字所写的父亲节卡片。你会家己做一张卡片送我啦，OK， 你要写台语罗马字，OK。写你对阿爸的爱，阿爸永远爱你。已经读这OK，阿爸爱你。
阿爸亲像山是侪人对阿爸印象，但是真侪老爸较袂晓甲爱讲出嘴，较罕咧用语言来表达对囡仔的疼惜。老师嘛鼓励囡仔甲爸母之间会当常常甲我爱你讲出嘴，互对方知影。记者陈阿选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伫个节主办的作家活图月，规个7月份拢会有台湾的作家来分享讲历史，也佮有族群等等的议题。有民众讲，现场上无拢有7成以上的人来听，甚至嘛有坐较无位通坐进行，而且大家嘛会提出问题甲建议做伙来讨论。也那节的主办单位是讲，因感觉这是真好的民间交流的活动。由节区主办的作家活动月，台湾是今年的主题国，大家拢有无共作家来分享台湾历史、族群经验、文化和性别议题等等。节区的主办单位风车出版社的创办人表示，事实上，伊对台湾真无了解，听过遮侪分享了后，伊认为台湾文学勇敢挑战这敏感的议题是上属于背后的。nebo otázky rodové, nebo etnické a tak dále. Zkrátka každá země si nese svá nejrůznější traumata, ale mám pocit, že je obdivuhodné na tajvanské literatuře, s jakou otevřeností do toho jde. 伫今年的作家活动月，总共有31位作家受到邀请，其中写小说单路的作家洪明德和诗人向阳拢有分享台语的创作。洪明德嘛伫分享的过程讲到台语和其他族群语言受到打压的历史。都有节区的民众表示，伫因的历史当中嘛有受伤的情形。因伫差不多18世纪的时阵，嘛是有受到，算作是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啊，因捷克遮的社会变成德语是较高级啊，较接咧用的一寡语言。啊，因的这捷克语嘛是经过因的复兴运动了，才成做因即摆较接咧用的一个语文。所以因听到遮时阵，足侪观众拢会走来甲我分享讲因的算作是因捷克语的复兴的较早这段历史啦。Ten jazyk měl a má svoji funkci v těch chvílích, kdy jde o nějaký zápas o svobodu, nějakou emancipaci a samozřejmě v otázkách kultury, protože v tom je jazyk, ale každý jazyk nenahraditelný. 风车出版社嘛肯定语言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功能，无论是族群外省语言都应该受到保护。也那伫咧活动现场，原来有来自台湾的一位电影工作者，伊自开播以来，逐工拢来听讲座。伊表示，逐工拢通听到这区民众对台湾有真好奇。我倒蛮意外的是，他们很兴趣台湾作家所专注的，比如说有些是写同志，有一些是写台语，有一些是写历史，他们反而不会认为这些专题的东西很刁钻。伫咧作家活动月，嘛有展出中欧地区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台湾的文学翻译作品。主办方嘛希望透过双向的交流，台湾和这区拢会当有愈深的互动和理解。记者卢尚如、柯秉哲这区报道。继续咱来看，伫咧嘉义新港，因从1994年甲日本回岛市的古船町进行头一届社区交流了后，这30年来都一直有互动甲联络。今年拄好是台湾社区营造的30周年。新港文教基金会结合在地艺术文化，邀请古传节表演团队来台湾，嘛互民众会当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面线伫破几个底仔内底对水流落来，第一届体验来自日本的流水素面，民众拢感觉真新鲜。很新奇呀，很特别，然后觉得刚刚家己伫日本呢。除了食食的文化，还有日本建筑、生活或者是祭典的文化体验。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日本岐阜县迄搭市做伙举办文化庆典活动。除了要庆祝台湾社区营造30周年，嘛希望借双边文化交流的机会，互民众来认捌多元的文化。日本的朋友来台湾做交流，咱嘛来甲交谈，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囡仔来讲，吼，拢是一个真好的欣赏别人的文化的一个体验，安尼。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希望讲家故乡的物件文化会当愈来愈好，嘛有希望讲后一代慢慢佫甲咱这个文化佫再精进进步。这届合作当中，除了文化交流以外，新港乡公所嘛甲日本岐阜县迄搭市展开贸易交流。乡公所表示，为1994年到今，新港乡甲迄搭市的古船町已经互相交流30档，希望透过更较密切的合作，学习日本文化传承的经验，嘛互新港在地文化会当行向国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传统意大利拿坡里披萨的料是真单纯，敢若有塔马豆酱、高赞塔，也有 cheese。不过这大细地也有烘的手路，拢真讲究。为着要维持因这300年来传统，正统拿坡里披萨协会因特别办课程，用9日的时间，教大家做出正港的在地好滋味。乌西亚伫咧确认火炉的温度，边啊一个人伫咧烂面粉皮，软软的一个提起来后，甲披萨皮整形。结果伫咧面粉皮顶头裹件红色的塔马豆酱，放青色的罗勒，一个白色的莫扎瑞拉 cheese， 代表意大利国旗的3种色水的配料。这就是拿坡里披萨代表之一的玛格丽特披萨。正统的拿坡里披萨直径未超过35公分，外皮是1公分到2公分。中菜一寡鸭，放伫咧摄氏485度烧菜控油内面烘90秒，而且塔马豆酱一定要用拿坡里生产的圣马扎诺塔马豆。San Marzano non è un pomodoro dolce, è un pomodoro agrodolce che si sposa bene sulla pizza perché sulla pizza napoletana classica la margherita c'è quel gusto più dolce del fior di latte o della mozzarella, che è più dolce, quindi il San Marzano, che è un sapore, un gusto agrodolce, va a controbilanciare i due gusti e per questo diventa un piatto unico al mondo. 为了要保存拿坡里披萨的传统做法，正统拿坡里披萨协会自1984年开始，就坚持捍卫披萨做法的原创性，透过披萨学校，将这种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年就500多位学生来这间学校学习，之后用9天的课程训练一位专业的披萨师傅。I have been making pizza in Australia for the last 5 years, but I just learned everything by myself online and everything. So this time I came here to learn the real traditional way to make the real Napolitan pizza. 传统的拿坡里披萨是这座城市正重要的食物。第一间店是开伫咧1730年，披萨和迄当阵一寡生活较无好过的民众，免开正侪钱就能食饱。为了要守护正宗的传统滋味，正统拿坡里披萨协会向欧盟申请认证。伫2021年公布，只有符合地方特色传统认证的所有规范，才能讲是正宗的拿坡里披萨。若无就只是普通的披萨，怎么全世界有58个国家有这项认证？而且伫2017年，拿坡里披萨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天气啥款？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